好，來繼續來看日本有一個目鏡的牌子，佇個台灣已經開90間的分店，但是佇個台灣賣了比日本加真貴。有網友發現，同一款的鏡片，台灣賣15000塊，但是日本則賣2200塊，竟然差7倍，差超過1萬塊。民眾驚體講，買這個來回機票去日本配目鏡，攏也有存。ほら、最新トレンドのメガネに信じられない軽さのものもあります。廣告等半點鐘就當體會，日本目鏡品牌事件可怕，不過如今卻因為介紹引起爭議。超薄型素材と両面非球面設計による極限の薄さ。其中這款講是史上上薄的鏡片，輕茫茫掛起來舒適個無負擔。有網友發現，台灣介紹15000塊的新台票，日本介紹11000塊日本票，換算做新台票大約是2200，介紹差不多7倍，比其他日本品牌用日本定價的金價直接當做新台票來賣更加貴。是蠻誇張的，因為倍數差太多了。在台灣售價是蠻貴的，在日本買一支，在台灣可以買好幾支。如果是你會去買？不會，我可能會飛去日本買。人家賣日幣，我們在賣台幣，會不會太扯了？貴得太誇張，貴得太離譜了吧？台灣和日本的介紹差真多，引發熱議。有人講買來回機票去日本買，佫有通走，互真濟台灣人攏看袂落去，甚至佇咧官方網絡留言反映，唔通甲台灣人講歹哪。業者回應，原廠供應商對海外市場有統一定價的基準，台灣定價受到較濟限制，一直攏有甲原廠佇咧爭取，希望介紹未來會當擱再壓價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